18章，耶稣讲了这个话，就甲学生出去，过汲伦溪，伫遐有一个园，伊甲学生入去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迄个所在，因为耶稣甲学生偷偷上遐去自习。犹大带一队兵，甲祭司长，佮法利赛人的车爷，摕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内。耶稣知影得要临到家己一切的事，就出来对因讲：恁找一位。因讲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讲：我就是。卖伊的犹大也甲因徛伫遐。耶稣一个讲：我就是。因就退后，跋倒伫地上。伊阁问因讲：恁找一位？因讲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讲：我已经甲恁讲，我就是。恁若找我，就互这个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，讲：你所赐互我的人，无有失落一个。西门彼得带一支刀，就飞出来，将大祭司的奴仆砍了一刀，写加入伊的正序。迄个奴仆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就对彼得讲：收刀入手吧，我的爸所赐互我的迄个杯，我兼通无啉呢。迄队兵甲千夫长，佮犹太人的车爷，就掠耶稣，将伊捆绑，大声带到阿那面前，因为阿那是本年做大祭司，该亚法的丈人。这个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讲，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益的迄一位。西门彼得递耶稣，阁有一个学生递，迄个学生是大祭司所认捌的，伊就甲耶稣入大祭司的庭，彼得却徛伫外面。大祭司所认捌的迄个学生出来，甲顾门的侍女讲一声，就带彼得入去。迄个顾门的侍女对彼得讲：你无也是这个人的学生吗？伊讲：我毋是。奴仆甲车爷因为天冷，就去炭火，徛伫遐烘火。彼得也甲因徛伫烘火。大祭司就用耶稣的学生甲伊的教师问伊。耶稣因讲：我将来是明明会对世人讲话，我常常伫会堂内甲殿内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所在，教示人。我伫暗地的内面，并无有讲什么。恁为什么问我呢？通问遐会听见的人。我对因讲的是什么？我所讲的，因拢知影。耶稣讲这个话，边仔徛伫的一个车爷，用手掌扇伊讲：你安尼回答大祭司吗？耶稣讲：我若是讲的毋对，你通指正迄个毋对；我若讲的是对，你为什么拍我呢？阿那就将耶稣送到大祭司该亚法迄位，由原是北地送去。西门彼得拄拄徛伫烘火，有人对伊讲：你也是伊的学生嘛？彼得毋承认，讲：我毋是。有大祭司的一个奴仆，是彼得写加入鱼仔迄个人的亲属，讲：
我毋是看见你甲伊伫园内嘛？彼得阁毋承认，连边过就提了。众人将耶稣对该亚法遐去衙门内送去。迄时天阁早，因家己却无入衙门，行了染了污秽，未为这如越罪的颜色。彼得都就出来，到因迄位讲：恁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？因应讲：这个人若无做歹，阮就无将伊交互你。彼得都讲：恁家己带伊去，照恁的律法审问伊吧。犹太人讲：阮无杀人的权柄，这要应验耶稣所讲家己得要怎样死的话。彼得都搁入衙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伊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嘛？耶稣因讲：这个话是你家己讲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讲的？彼得都讲：我兼是犹太人呢，你本国的人甲祭司长将你交互我，你做什么事呢？耶稣因讲：我的国无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，我的神僕的确要征战，互我未到伫受交互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无属这个世界。彼得都对伊讲：安尼，你是王嘛？耶稣应讲：你讲我是王，我为这个来活，也为这个来到世界，特别为着甲真理做见证。凡若属真理的人，就听我的话。彼得都讲：真理是什么呢？讲了这个话，过出来到犹太人遐，对因讲：我查袂出伊有什么罪，总是恁有一个规矩，伫逾越罪，爱我甲恁偷放一个人，恁爱我甲恁偷放犹太人的王吗？因搁话讲：毋爱这个人，爱巴列巴。这个巴列巴是一个强盗。